好，各位大家好啊！又去到的新Biology啦。今日為大家分享嘅就係2024年嘅第5條題目。咁成條題目呢，佢就真係出得好好嘅。但係當中入邊呢，大家都要留意翻清楚一樣嘢嘅。通常呢，題目呢，第一題呢，過去呢，其實係俾你執分嘅。但係近年來呢，都見到呢，即係落到尤其係24年啦，開始有啲新嘅題型嘅變化啦。而當中入邊呢，第一題呢，就出到好鬼難嘅。咁如果成條題目入邊第一題出到好難嘅話咧，咁落到去往後咧，大家就冇運行㗎啦。所以當中入邊咧，第一題入邊你要學識嘅一樣嘢就係咩咧？你一定要睇清楚題目入邊嘅資料。嗱，而題目入邊嘅資料咧，佢係真係出得好好，同埋成個情景入邊咧，其實我都未見過㗎。所以當中入邊咧，我都同大家一齊去學習嘅啫。咁成件事，首先第一樣嘢嘅就係，佢就話有個哺乳動物，咁落到去咧有個細胞分離咗呢個 mRNA alpha。首先 mRNA 我讀過啦，mRNA alpha 我真係冇讀過。咁啊，其實咪叫睇落去啦 ，OK。咁跟住咧，佢就話咧就注射咗入去個青蛙嘅卵度，咁落到去咧個 mRNA alpha 咧就會表達，即係轉錄同轉譯，咁形成嗰個嘅蛋白質 alpha。咁落到咧，跟住就喺卵入邊嘅細胞膜入邊出現喎，咁樣。咁啊，當中入邊嗱個問題就咁樣問啦，就係首先第一樣嘢叫你去描述啲乜嘢咧？呢件事嘅發生，咁描述呢件事嘅發生，描述就好簡單嘅。但個問題3分入邊咧，平均攞0.9分，即係簡單嚟講咧，0.9分點嚟嘅咧咁樣，即係有同學係攞0分，咁有同學係攞1分、2分、3分，計個平均分出嚟，接近個真值。OK，個 SBA 入邊個理解 ，OK， 平均分入邊嗰個理解，即係簡單嚟講入邊嗰個嘅情況係啲咩咧？好多同學喺呢條題目入邊度攞0分，平均接近攞1分。OK， 咁樣去理解成件事嘅。OK，所以當中入邊咧嗰個嘅作答入邊嗰個嘅技巧位喺邊度咧？大家你就要留意翻清楚啦。咁首先第一樣嘢，蛋白質喺邊度合成㗎？喺個細胞入邊，粗糙內質網 （large endoplasmic reticulum） 冇問題啦喺度。咁落到係 mRNA 已經係轉錄咗㗎嘛，所以咧就經過 translation 轉譯。形成呢個多肽，咁落到去多肽鏈，咁就1分啦。咁嚟大家都讀過㗎啦，過去歷屆試題入邊，咁落到去要接曲㗎嘛 ，folding 㗎嘛，咁先至能夠形成個蛋白 alpha 㗎嘛。咁呢個其實都有跡可尋，有得溫嘅。但係咧，最後嗰分咧，其實落到去咧，當我答嗰時候咧，我都未必答到同埋留意到嘅。其實落到去佢就問得都幾清晰㗎啦。其實題目嘅資料。蛋白 alpha 喺個卵個細胞膜入邊出現，咁而家你喺粗糙內質網嘛，咁整咗粗糙內質網之後，咁其實你係要運輸去到個膜上噶嘛，咁以前 A level 入邊係真係有教嘅 ，OK， 但個問題係咧，佢個 DSE 嘅範疇入邊其實就冇教嗰樣嘢喎，咁當中入邊佢你真係望到呢個現象啊嘛，所以其實最後嗰分係最難答嘅，就係會 transport to the membrane，OK，運輸去到個膜上，咁落到先能夠完整地攞呢3分。所以第一樣嘢，大家你要留意翻清楚，望住題目嘅資料作答嘅技巧位就係咁啦。咁第2條題目咧，又係真係出得好好嘅，以實驗嘅形式去問你。嗱，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個自變項，就係有 mRNA alpha 嘅水同埋冇 mRNA alpha 嘅水。咁注射嘅份量係一樣，控制變項一樣，呢個係個自變項啦，呢個係個控制變項啦。打入去青蛙卵嘅細胞，然後轉移翻去個純水度都係控制變項啦。然後個應變項或者個因變項咧，就係個相對嘅體積。咩叫相對嘅體積咧？其實呢一招咧喺呢個嘅water potential of potato chip 嗰度咧，其實都出過嘅，就係嗰個薯條 OK， 咁啊當中入邊睇個相對嗰個體積，咁落到去初次嘅大家係一樣嘅 OK 不變嘅，但係去到最終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咧，其實落到如果有 mRNA alpha 嘅青蛙卵細胞咧，喺個相對嘅體積，即係呢個比例嘅情況之下咧。上面個數值係升，下面個數值不變，所以你計出嚟個數值咧係會越嚟越大。但係如果冇嘅話咧，其實落到去都會升，但係唔係太多。上面嗰個 volume，因為你而家係所有嘢係大過1噶嘛，成條線個應變項係大過1噶嘛，所以你望住呢條 formula，
OK，嗱，記住一樣嘢就係、好多時 DSE 嘅試題俾晒資料你要望住 set data 同埋應變項，通常係啲數值嚟嘅。OK，通常嘅有嘅，所以 that's why 你數學上嘅理解你都要留意翻清楚個數值嘅由來係點樣嚟。咁跟住題目就會咁樣去問啦，就係、首先第一樣嘢。咁如果冇呢個 mRNA alpha 嘅細胞，OK，咁落到點解相對嘅體積會上升啊？咁即係簡單嚟講，問你水勢嘅題目啦。所以水勢嘅答法，首先第一樣嘢，兩笪地方，兩個地方，OK，咁兩笪地方水勢有差異，你要噏得出細胞嘅內含物或者細胞質 cytoplasm 係相對嚟講較高水勢嘅。有兩笪地方嘅比較水勢，而啲水點啊？就係 osmosis 正移動 left movement of water by osmosis， 由邊度去邊度，穿過個細胞膜進入去邊度，兩笪地方。OK， 你一定要寫到滲透正移動呢個概念，咁你就能夠順利攞到2分㗎。咁基本上咧2分攞1.33冇乜特別啦。但係最嬲尾嗰條題目就係嚟緊出題嗰個方向。就係問翻你一樣嘢，咁兩種嘅青蛙卵喺呢一個嘅結果上嘅差異，叫你去推斷呢個蛋白 alpha 嘅功能。嗱，首先第一樣嘢，其實落到去有嘅話，咁好明顯啲水入多咗去個青蛙卵細胞嘅。OK，咁其實關咩事咧？咁就係關你 E1 事啦。你 E1 嗰時候咧，你讀嗰樣嘢嘅就係呢一個嘅 permeability，就係嗰個水嘅透性喺呢一個嘅 kidney 嗰課入邊，個腎嗰課。所以你其實期望大家你要答到呢一個對水嘅透性會增加。OK，點解會對水嘅透性會增加咧？個原因就係因為你第3課細胞膜嘅結構嗰時候，你讀嗰樣嘢嘅原來咧啲水係極性分子。OK， 水係 water molecule 係 polar 嘅，係個 polar molecule 嚟嘅。OK， 極性分子嚟嘅，所以 that's why 去到後期咧，佢係會經過個 channel protein 個通道蛋白。咁成件事 mRNA alpha， 首先我觀察到一樣嘢就係、用翻個應變項嚟答，個相對個體積係會較大或者快速 OK 上升嘅。你見到嗰個嘅數值。好啦，跟住我哋推論啲咩咧？即係簡單嚟講，佢對嗰個嘅水嘅透性就增加。咁點解對水嘅透性增加？從個膜嘅結構角度嚟講，就係整多咗通道蛋白，因為轉型形成咗個蛋白質，然後運向個細胞膜嗰度啊嘛。所以 that's why 去到OK，成條題目如果你 overall 睇翻嘅話咧。咁佢係出得好嘅地方係因為佢由呢一個嘅蛋白質嘅形成，而去到呢一個嘅形成個通道蛋白，去解釋啲水點解會入多咗入去個細胞度。OK， 通過實驗嘅形式，所以咧去到後期咧3分入邊平均攞0.88分咧。其實落到係好難嘅，對於同學仔嚟講，就係喺短時間入邊能夠睇到呢個相關資訊咯。所以當中入邊咧，當你去讀呢個嘅 DSE 嗰時候，你要留意翻清楚一樣嘢，就係通過嗰個實驗，然後利用到你讀過嘅嘢去理解或者你去解釋翻嗰個實驗。咁當中入邊個出題嘅形式喺呢條題目入邊就係咁樣做法啦。所以有啲書你係要温嘅，温咗之後，例如細胞膜嘅結構，跟住落到去有啲詞彙你係要温嘅，例如 permeability 透性 OK 你係要温嘅。而喺實驗嘅範疇入邊 OK 點樣觀察到個現象之後，用過你讀過嘅嘢去解釋翻呢件事。所以成件事去到最後，其實呢條題目OK， 去到最後一 part 就問翻你一樣嘢，點解往後嘅呢個部分突然間冇咗數據嘅 OK？ 個原因就係因為而家用緊植物細胞，植物細胞咁啲水不斷喺度入，咁落到去個細胞膜會爆破
OK，咁爆破嘅話，咁落到去之後，咁咪冇 data 咯。咁其實過去入邊咧，喺會考年代入邊，其實都會出過呢一個嘅紅血球啊，嗰個嘅情況。咁其實都係舊酒新瓶嘅啫。但係成條題目，你問翻我嘅話咧，真係出得好好。所以咧，各位同學俾心機。有咩問題嘅話咧，歡迎大家喺呢一個嘅影片下面留言，話俾我聽究竟你遇到啲咩問題。咁希望的生 Biology 今日可以為大家分享到2024年嘅第5題入邊嗰個嘅理解同埋個讀法啦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手，拜拜。